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 今日繼續帶大家睇新鴻基嘅 YOHO 系列 YOHO Time。配套方面，元朗地鐵站無縫連接 YOHO 大型商場，110萬尺商場面積，設有逾300間店鋪，當中有唔同國家特色餐飲以及茶樓，另外有大型超市、一田百貨、戲院、家電鋪等等。仲有女士們最愛嘅化妝以及護膚品專櫃店，假日嘅時候亦都有唔少市民過嚟商場購物。從形點商場走過對面馬路就係 YOHO Time 屋苑，住客同時亦可從行人天橋過去。YOHO Time 係新鴻基 YOHO 系列嘅第一期大型屋苑，2004年入伙，合共提供2200個住宅單位，總共8座物業，主要提供2房到3房戶型。會所設施方面，提供室內外游泳池、健身室、宴會廳、餐廳等等。我哋嚟到單位實用面積637尺，屬於3房1套間隔。首先左邊已經係緊廚房位置，上下分別有櫥櫃收納，橫廳設計，客飯廳分明，飯廳放到4人餐桌。再到露台部分，開揚嘅景觀，遠處仲有山景。下面係泳池景觀，我哋再嚟睇下房間嘅佈局。呢個單位分別2個洗手間都係明廁，而且乾濕分離。客廳房間同一景觀，2個客房都簡單做咗收納。第一間有書櫃、床架，而另外一間就有書台以及衣櫃收納。到主人房嘅部分，旁邊就係套廁，同樣乾濕分離。房間做咗到頂嘅衣櫃，亦都見到原業主擺咗張按摩椅。房間仍然有好大嘅走動空間，可見空間十足，非常實用。如果有興趣以上呢類型嘅單位，記得揾我利嘉閣 Cindy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